我来继续来看，这是疫苗1日到货好消息。早起的5点外，还有第7批 BNT 来到货，加上昨的88万剂，已经有160万至180万剂到货。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来证实，110万剂的莫德纳伫早起的6点外，已经为美国的亚特兰大来起飞。但是中讲会尽量赶伫个10月22进前，互民众来注这批的莫德纳疫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的邦交国帛琉的总统惠恕仁来公布着上新的卫生的法令，公开来承认咱的国产疫苗高端，也就是讲，即卖只要做过2剂的高端，都无受限制，通啊到帛琉去旅行咯。BNT 疫苗过来啊，总算伫今仔日透早5点外到货，连续2天拢有 BNT 疫苗，总到货将近89万剂，加上今仔日的数量，总共有160到180万剂，另外阁有130万位咧等莫德纳第2剂高二，总算望着莫德纳疫苗阁要到货，数量会有110万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讲，疫苗已经伫今仔日透早6点外自美国的亚特兰大起飞，但是中嘛讲会赶紧互大家来注射。之前的经验大概都要10天，尽快安排，希望在4月22号左右能够来施打。互大家赶紧来注疫苗，甲疫苗的注射率愈冲愈悬，即嘛注射率嘛有58.06%。好消息阁有。帛琉大赛周边看站暗时伫面册铺家己和帛琉总统惠恕仁伫周会颁发卫生法令的相片。法令的内容就是互做过2剂高端的台湾人去帛琉佚佗，无受到任何的限制。外交部嘛做出回应。帛琉政府已经颁布新的卫生法令，正式将我国的高端疫苗列为帛琉所承认的疫苗。若是帛琉、纽西兰嘛，伫5号承认台湾的高端疫苗，未来嘛有机会得到更较侪国家的认同。做高端疫苗的民众就有机会会使伫世界各国拢袂受到阻碍。